啊，可以的。我给上放句跟先生，跟得上。你了杨强没得水呢，水能拍上头。车的那边。当前直播已存在断播风险，请立刻返回。사오케도 산지가 지금没送的个是。但等等这么说，打俺做个我也喜欢的了，工资加工的打加薪的嘛嘞，加薪的嘛嘞做不错，有那样大家做个的，我也送的，好像并不是不也不去了下，等你俺个打出来，我也送的了，干么？Gertung kerja kerja kau kerja je nyogi dengar lagi lah. Masuk.我个一个是个家里人。Mana mari nyong ni dah tu. Oh ya. Nanda mari betul betul. Cetu saya nak dengar le. Oh ya. Oh ya. Demo si. Kenapa le? 个人个一个是个家里人。那一个je, ni cakap le. Dana jaga ke, cuma ngak ke. Saja ke wujud kerja, tu dana kerja nak dengar le. Oh ya. Oh ya. Demo si le. Ya. 呀，我多的，行吧。9999啊。घर में गतो कब क्या कहोगे हाँ कौन रे चेचो के पुलिस वाले रंथा मंदो मजा मतो पुलिस वाले रंथा योनर दा ये तो कुछ मोचे ट्रेन नोगर दा ओ या अंगुचे ओ या अंत मोसी यंगला ओ या चुनचिन जवाब जुआ ओ चु 나도 공성긴 कं기 코래 나도 중간긴 그게 코래 콜 제자 줘 콜 제자 dinner 야 던다 공고네 야 보래 아 뭐네 추쇼코 맞아 세고 다 이해되는 거 하자 빼면서 가보죠 된도야 찍도 그줘야 지보 나초 망치야 가르치는 도세나 나초 그 부에서 와대 오야 남고 딱 남다 대손 제야요 말스 부에서도 백조 자고 너다 부에서도 백조 자 맞잖아 대 부에서 와대 매버 용거래 된 나한테 하자 가보 jon소 오야 너다 공고너래 야보래 아 뭐네 아 신도 사제 야 쇼다 사고 신도 사고 쇼다 신도是사제那쇼的是晓得，这俺鸟哟，这个是啥子呢？哥打扰一下啊，你上次给了100块钱买了一根烤肠，这些烤肠就送你了。你们上次说？上次在那的时候，你不是给了100块钱买了一根烤肠，你走掉了吗？钱没找走掉了吗？这些就是送你了。哎，你这怎么好意思呢，妈呀！你看都是热热的，刚烤熟啊！哎，你们一起的混着吃一下啊！哦呀，扎起来了，来吃不吃烤肠啊？来吃一下，来你拿嘛，给他们拿一下，不吃吗？我不吃。来给他们盛一下，呀，可，票给嘛给的。杨主，我钱给你了没有？没有，没给你吗？要不要钱啊？我也要分。来，走了啊。啊，稍微试一下呗。这一斤多少啊？9块。这啥东西啊？软梨、炖梨。啊？炖梨。冻梨啊？这啥？你们吃过没有，兄弟们？啊？炖梨，软梨，炖梨。啥意思？炖梨。一斤多少啊？1斤5块。来称一下。哦呀！要不要？要。说真心话，今天带光不卖了。啥意思？点点关注，点点赞。你要不当网红吧？我当不上。为啥当不上呢？我想当，你羡慕你，所以我从上面跟下面跟到下面来了。那你还是回家好好陪孩子吧。啊，好的。快点。好的。走啊！好的。今天晚跟着我。好。你想要一个拥抱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点点关注，点点赞，1年赚个几百万。
好，就这个，多少钱？我称一下。呀，3个。啊，多少钱？我没称的，我称一下呗。我没称。差不多你算就可以了嘛。差不多。 2斤、3斤可以吧？5斤。没有，那我称一下，我称一下。来，不用称了，你给我。来，我走了。哦，不用找了啊。我送给你个。你又给我送。哦。送啥？送这充电器。哦，干正钱。那一得哪个？给你充电器。哦呀，那一得哪个？卡住了。啊，那对，从这两盖。嗯。来。哦，谢谢。哇呀。那配得个人，你给配多你多。嗯。大姐。呀，俺那打球的。呀。打球了吧？走路啊，他了我的这里啊。啊。把他们给敲的俺也回到，干啥的那么？哦呀。哦呀。老板，你需要老板？超的小了，看了。老板，配得个等级多你要都等。耳机不要？要耳机不要？不要。给你送一个。不要。那农村可便宜。那这样着。但我塞不下去了哦。哦，2人。啊，都你多钱多的是定期多的。定期相当于。哦呀，看你嘎嘎说。这个买过没有啊？我手表你洗完了吗？送给你个。啊，手表送给你。哦，不要，谢谢。这些是明天过来。哦呀，谢谢啊。哦呀，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有，谢谢我混。然后呢？真是汉服这么衣服。真的吗？真的。哦呀。啊，谢谢啊。要不要拥抱一个？拥抱。开玩笑的。把你摸脏了不着。啊，把心好人又帅。